几个，而最关心的就是你。尤其在这些年后，分开的那么远，感情就更难说出口。回程的机票在手，也许明天就走，其实都可以更改的。只要你开口留我，只要一个理由，就能让我停留。别太晚，别太乱，别太烦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谈情感，谈孤单，谈平凡，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。下一晚，下一站，下一段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，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，多自然。看起来朋友很多，知心的没几个，而最关心的还是你。回程的机票在手，也许明天就走，除非是你留我。别太晚，别太乱，别太烦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谈情感，谈孤单，谈平凡，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。下一晚，下一站，下一段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，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，多自然。一直到天黑了，人散了，谁也都不要离开。一直到